好，之後咧就到第18條題目啦。媽媽咧原本有24朵花啦，佢就將12/5送咗俾姨母啦，再將同樣地佢將24/5咧送咗俾舅母啦。咁呢度我哋見到24，咁我哋將呢個咧個分母變成24先。12×2等於24，分子同樣乘2，5×2等於10。咁即係咧，佢將其中10朵同5朵都送咗俾姨母同舅母啦。咁佢送出嘅花咧就係等於24/10同埋24/24/5啦。咁呢度約咗，即係送咗15朵啦。然之後第19條，以下哪一項關於右圖嘅描述係正確？好 A 咧就講緊 B 同 E 都係直角。B 咧應該係直角嚟嘅，但係 E 咧就絕對唔係，佢係一隻鈍角，所以 A 呢句唔係正確嘅。B 咧就話圖中有4個鈍角，咁咧圖中咧只有 A、C 同埋 E 係鈍角，所以呢句都唔係正確嘅。然之後 Statement C 咧就話角 B 咧比角 D 大，咁我哋見到角 D 咧佢係尖尖地嘅一隻銳角啦，而 B 咧係一隻接近直角嘅角啦，咁佢絕對係大過 D 嘅，所以 C 呢句係啱嘅，選項 C 係啱嘅，正確。19題嘅答案係 C。最尾一句咧 C 比 E 少咧，就絕對唔係啦，因為我哋見到呢度開出嚟嘅度數非常之大嘅，而呢邊咧我哋見到係細過 C 嘅，所以 E 細過 C， 所以呢句唔係正確。好，20條題目咧就問啦，喺以下嘅橫線上面咧寫出所有代表答案嘅英文字母。A 題咧就問啦，銳角咧係邊幾隻啦？咁銳角咧即係尖銳嘅角啦，即係細過90度嘅角，少過90度。咁我哋見到咧 Q 同 R， 我哋見到咧 Q 會係一隻銳角，咁 R 同埋 S 咧就要用間尺去度一度啦。咁咧，若果呢份影印嘅文件冇出現偏差，呢兩隻都應該係90度嘅角嚟嘅。而題目 B 咧就話要將 P、Q、R 三隻角由小至大咁排列出嚟啦。咁 P 絕對係最大嘅，佢係一隻鈍角，係啦，佢大過90度係一隻鈍角。咁之後就係 R 啦，佢直角等於90度。最細就係 Q 啦，佢細過90度，係一隻銳角。所以由小至大嘅排列咧就係 Q、R、P 啦。